有句説話叫做馬路如虎口，但係到今時今日，馬路已經唔係虎口，係一個寶藏嘅入口。而家揸車，你以為你自己輕輕咁錫咗一下人哋架車啊？對於俾你錫嗰條友，佢唔會覺得係一個撞車，佢會覺得係自己中咗六合彩2獎或以上。而家只要你揩一揩對方架車，佢居然可以索償到話咩健康食品啊、經風散啊，乜都索你一餐。我就忽發奇想喺度諗，唔通架車係你嘅親生仔？你揩到佢個屎忽，咁佢就驚，所以就要索償你經風散啊、保嬰丹嗰啲。又或者撞到佢架車之後，就會令到佢全家營養不良，所以就要咁做啦。仲有樣嘢好巧嘅就係，劑都係嗰個律師同埋大約嘅醫生。大佬邊有咁巧啊？呢啲簡直係一條龍嘅發財套餐啦！自東張西望報導咗之後呢，咁有關部門呢就醒水識得做嘢啦，就話俾有關人士聽：喂，你哋咁樣做唔啱噶喎，犯法噶喎，要坐監噶喎。所以而家大部分嘅香港人都覺得報警唔係冇用，不過報東張嗰個實在感會嚟得強烈，同埋速度會快好多咯。所以而家香港人都係要自求多福啦。總之就唔係話唔向好個方面諗，但係如果你一有咁諗嘅想法，就好大機會會陷入呢個水深火熱之中。又係到醒佢幾句嘅時間啦，輕輕揩到個車牌，對方即刻扮傷埋，開口要拎幾十萬，營養食品唔會慳，醫生律師同一鬥，夾埋劏客真係嬲，警察一查全部拉，監房等你4個嗨完。